喂喂喂，香港人，笑下啦！今日想同大家講下，作為僱主，點解你嘅笑容對工人姐姐咁重要？你知唔知，其實一個簡單嘅笑容，真係可以改變好多事情。首先，當你對工人姐姐微笑，佢哋會感覺到被尊重同埋歡迎，心情自然好啲。喺香港，生活節奏急速，工人姐姐要面對好多挑戰，有時候都唔容易。如果你能夠多啲微笑，佢哋會覺得這份工作冇咁沉重，心情會輕鬆好多。再者，笑容可以建立信任。當你笑住同佢哋講嘢，佢哋會覺得你係一個好人，更願意同你分享佢哋嘅想法或者問題。信任建立得好，工作就會更順利。另外，開心嘅工作環境會提升工作效率。當工人姐姐感受到你嘅友善，佢哋會更加投入工作，表現自然會更好。記住，快樂嘅氛圍會令大家都開心，家庭都會更加和諧。所以，作為僱主，唔好吝嗇你嘅笑容。多啲微笑，唔只可以改善你同工人姐姐之間嘅關係，自己都會覺得開心啲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創造一個充滿笑聲嘅家庭環境。多謝大家收睇。